这个卫教卡上面有3个题目哈，第一个是说什么人比较容易得到夹心症、冠状动脉疾病，有10大危险因素了哈，就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胆固醇高、肥胖、抽烟、性年龄，男性45岁以上，女性55岁以上，然后家族史、不运动、精神或者工作压力大，那10是生活作息不正常。以上你可以自己看，你大概有几个因素。那这个因素越多、越久、越严重，你得到冠状动脉疾病的机会是越大。你得到夹心症的机会越大，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也是越大哈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卫教卡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夹心症有什么样的症状呢？就是有胸闷、胸痛。那这些胸痛有时候它会延伸到左手、肩胛骨、下巴、牙龈。那请切记，它一定要合并盗汗跟头晕。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你就赶快要做紧急处理。怎么紧急处理呢？我们平常有这些10大危险因素里面，只要有一个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自备一种药。这个药叫耐角灵。这个药呢，会让你的冠状动脉会扩张。那你以上有这些症状发生，胸痛、胸闷合并盗汗、头晕的时候，赶快要把这个打开。那服第一颗药在舌下，记得是舌下，不是吃下去哦。那赶快打119。那等119当中，如果5分钟之后没有效，你要再服第2颗。那如果5分钟之后再没有效，你要再服第3颗。那如果没有效，一定是要到医院里面，要不然你有生命的危险。那这个药一定要随身携带，有些人把它放在车上，放在抽屉里面，这个都不对，那个随身携带在你身上。那记得你服完药之后，你要把它锁紧，因为它碰到空气里面的水汽，药就会变性。那我建议说，大家必要的时候在卧室、在浴室各准备一瓶，因为卧室发生心肌梗塞的机会50%。在整个的这个浴室里面，差不多30%。那请你注意哈，外面的一个有效日期的标示。那这个药出厂之后呢，大概可以用2年半哦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个整个的夹心症的一个这个好发的因子，那夹心症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，怎么做处理，我相信你可以让很多悲剧减少发生的机会。